廣東肇慶綠布鎮有過萬人上街示威，抗議政府喺西江上游興建垃圾焚化爐，演變成警民衝突。肇慶市政府就聲稱有滋事分子帶領不明真相嘅群眾衝擊鎮政府辦公室。黃文俊報導。有網民上載防暴警察驅散示威者嘅片段，有民眾踎喺路邊被警員揮舞警棍敲打。綠布鎮超過1萬人喺中午時分聚集，堵塞主要道路321國道。警方派出大批警員到場驅散，雙方發生推撞。廣東省肇慶市當局聲稱，有滋事分子帶領不明真相嘅群眾衝擊綠布鎮政府辦公室，又用暴力攻擊執勤民警，造成部分民警受傷。民眾係不滿政府喺冇諮詢情況下喺西江上游興建可發電嘅垃圾焚化爐，擔心污水流入西江污染水源，亦都憂慮焚化爐釋出有害氣體。肇慶市環保局日前重申，焚化爐嘅選址達到國家防護距離要求，又強調所產生嘅污水唔會向外排放，同時會嚴格控制惡臭同二惡英排放。高要區當局承諾，如果項目營運之後達唔到要求，政府將會依法嚴肅處理，呼籲公眾唔好造謠傳謠。不過綠布鎮政府喺民眾強烈反對嘅壓力下，召開鎮村民小組大會，星期六宣布停止徵地工作，但民眾仍然唔放心，擔心主理焚化爐項目嘅肇慶市政府會反口，於是發起示威。Now TV 記者黃文俊報道。